個潮汕地區容易被忽略嘅城市揭陽。嚟到呢個旅遊，一日可以玩啲咩，食啲咩？莎莎今日帶你用最快速度打卡揭陽幾個重要景點同埋必食美食。第一站肯定就係揭陽古城，車開停喺呢個地方，露天停車場，場地好大，重點係佢好平。穿過呢個好熱鬧嘅廟會，就會到達古城嘅入口，先去食翻碗粿條，準備好一日嘅體力。可以揀嘅搭配咧非常多，揀咗個經典款同埋一個未食過款，仲有呢個好特別嘅絲瓜樂酸菜牛肉撈粿條，仲配咗個牛肉丸湯，滿滿一大碗，份量都唔算細。粿條爽滑又彈牙，質地咧係帶少少沙茶醬嘅醬香味。你唔好講呢邊啲牛肉丸係真係有牛肉味。絲瓜樂有少少似蠔烙嘅甜口版，上面撒一層薄薄嘅白糖，食起身有啲糯滋滋嘅。我冇睇錯吧？廣東省揭陽縣一入古城就好似穿越到翻100年前咁，左右兩邊全部都係中西合璧嘅騎樓，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小橋流水人家。再往前行啲就係石獅橋，喺路上見到好多呢一種咁樣嘅五金店，都幾有特色下。然後就係呢個香火好鼎盛嘅城隍廟，隔籬仲有一個雷神廟啊。按照指示上香就 OK 噶啦。入面呢我就唔多影啦，感興趣嘅話呢可以嚟睇下。出翻嚟就嚟到呢間好多人排隊嘅古城冰室，我睇網上講呢個個都話一定要打卡。睇咗下餐單，點咗2個冰，一共係34蚊。你確定呢個真係旅遊區嘅物價？唔怪之個老闆都忙到踢晒腳啦。我呢個係芋泥雜錦冰，強推，唔單止個價格優惠啊，仲要佢用料好實在，芋泥非常之綿滑。另外一個係芝士芒果味，上面係鹹芝士奶蓋。如果中意飲奶茶咧，點呢個實冇錯。但係個人覺得都係芋頭味最好食。旁邊就係呢個揭陽學宮，入去係唔可以帶氣球同埋飲品食品嘅。呢度又稱孔廟或者係文廟，曾經係古代揭陽嘅最高學府同埋唯一官學。明清2代咧喺呢度行出咗將近300幾名嘅舉人。呢個地方咧帶小朋友嚟就最啱啦。晚上嚟呢間朋友推薦嘅全香園係真正嘅私房菜，以前咧老闆係開嚟招呼朋友嘅，並唔對外接客。成餐飯令我記憶最深刻嘅咧，竟然係呢個睇起身平平無奇嘅豬肚湯，同埋呢一個自己整嘅蝦棗。令我最中意食嘅生腌都顯得黯然失色。從豬肚嚟就可以感受到老闆對食材新鮮嗰種追求。呢個豬肚脆嘅程度咧係諗都諗唔到。呢個蝦棗真係好好食，你可以聽下佢脆嘅程度。仲有第一次食到咁大條嘅9肚魚，又叫做豆腐魚，滑到咩程度呢？就係你一唔留神咧，可能咧嘴邊度流出去。食飽飯就可以嚟到呢個雙峰寺，一定要夜晚黑嚟，因為夜晚黑嘅燈光開之後咧會好睇好多，而且隨便影咧都會非常出片。揭陽咧其實幾好嘅，但係唯一個缺點咧真係旅遊城市太多人。今次只有1日時間，希望下次嚟咧可以體驗到唔一樣嘅揭陽文化同美食。本期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